我们继续第一课的学习。因为索马里语的发音大部分发音都是比较简单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课文，然后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再去讲一讲他们的那些元音和辅音的发音。第一课是 Eskawalan 打招呼，你好。我们这个第一课有至少2个学习目标。第一个学习目标是学习如何打招呼，第2个学习目标是掌握字母 C 的发音。我们先学一下单词。第一个单词是瓦利亚，瓦利亚是用于引起别人的注意 ，Hi 的意思。Subah 早上 ，Wanaxan 好。Ma 用于问句，类似于汉语的妈，但是多用于句首。Nabad 平安，平安。Ba 是一种语法上面用的一个标志词，用于标志新的信息，叫 focus marker。连在一起就是 Ma Nabad ba， 就是你好吗？你一切都平安吗？ Ma Nabad ba。Wa 类似于英语 it is， 它是。然后 is 是用于表示自己，表示像自己，像某人自己。Ka 是关于，来自，它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关于，一个是来自。Walan 是提供信息， Iska Walan 就向某人提供信息，就代表是告诉我你最近的情况，也就代表着是你好的意思。拉是用于代表某人自己自称。非俺好的，好的。这个非俺里面有一个 C 不是我们平常发音的那个 K 或者是 K 或者是 C 这种发音，而是作为就要把这个嘴巴张得很大很靠后的 I 这种发音，俺非俺。然后亚海是他是。一会儿我们听一下录音。那个字母 C 的发音，阿拉伯语里面叫做 Ain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第一个是 Ab， 第2个是 Ja'al， 第3个是 Maga'a。我们听录音。Ab Ja'al Maga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学这些，再见。